继续我来看到，对70年代起时，台湾省政府开始推行特用都有图书馆的政策过后，陆续补助为全台湾各乡镇市来起图书馆。不过，这是无完整的配套措施，基层的图书馆运作是因为人力经费都无方面，系由乡镇市公所的民政科、毛酒沙费科来监判业务。馆业未单单都是抢临时人员。特建图书馆的馆员人数没无共用，有为13人，有为系40人。就2013年的统计，除台离岛推动沿16间乡镇级的图书馆编制馆员数系70位，比全国的平均值还较大。我做当天咯，先前因为适当多的荧幕而变化，呢度图书馆都有为天堂设备，总系变做小朋友教天堂的素材。不过伫六亚图书馆。用电脑前沙下功课。因为爸给我们一张纸，然后让我们写。玩电脑。你要先用伫诺亚图书馆伫背只替手2本故事书，上来 content 讲故事本来读，那种本意使用电脑。除了管理图书馆以外，还要照顾小朋友。不过林水燕三枪系诺亚乡里图书馆请的临时人员。4个工作人员，还有1个替代役的诺亚图书馆，在推动研读人力最多的图书馆。像床边也系同学，公务人员就请2个。一个正式人员做馆长，一个是我们所谓的临时人员，他做馆员的部分。因为公务员现在乡下几乎都是兼办业务嘛。在比照国外的那种图书馆、社区图书馆的话，那以我们的现有的目前的人力编制，的确是少的太多了。因为按入图书馆根本无办法规律的开放，有时间因为要公出也系了解，图书馆更加无法提供服务。不过，伫偏乡的图书馆，三菜地居民同创业的知识的取得的来源。以前我是这里的超级借书大户。因为不懂，全部都是从书里面来。主管图书馆业务的推动业文化组主角，乡镇市级的图书馆因为无法律规范，人员编制完全要看乡镇长的态度。完全无重视的乡镇长，都不用一个人，甚至都一个临时的，唔要编制内的来处理。在统计推动研读的乡镇级图书馆，平均抢有2个馆员。远比全国平均值最少有3个以上的馆员还较少。一般偏乡的图书馆还较难提供完整的服务。下个新闻，陈居明推动报道。